虔诚参拜上香，烧化金纸，伫门口搭上封条，关新皇庙进行送神仪式。来到台湾复兴皇庙，中门嘛关起来，拢爱等到29暝才会开庙门。这个时阵来参加的信徒有红包通好领。66块的迄个招财钱母啊吼，爱拄有4个硬币，拄一个1块的，一个5块的，一个10块的，一个50的，拄加起来66啊。啊，66拄今年生肖属6，代表66大顺。复兴皇送66块的招财之宝，有吉祥的含义。同时也阁有10块的之宝，要送互来行村的乡客。关心皇是伊较少看到20块设计之宝，不过上特别的是西乐店。当天会抽出120个，每一包6块美金的开运红包。因为阮是预计有1200个来。所以，阮有120包的开运红包。所以你也来参加了时，你嘛有可能除了有碰饼，有年年有余的吊饰以外，有平安米以外，你嘛有会得到开运红包，等于互你做钱无，会当互恁安尼吼，今年会当愈来愈好安尼。这个很祝福满满的邮票然后会盖上我们天坛的邮戳，纪念邮戳。搭配这貔貅貔貅守护神这样搭配起来。台湾手庙天坛是伫29暝初九天公生的时阵发放100块开运红包，总计2000份。同时，向中华邮政推出纪念邮票，去民众过年的时阵来到庙来行村祈求平安。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。